2024大台南国际旅展15日上午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热烈登场，现场国内外旅游行程、饭店、大数餐馆单位等等，每一搭拢人气呛呛滚。台南市呢，在这几年推动的成果非常的良好，包括我们的民宿的这个间数我们的住宿馆的间数已经来到了870间的这个核定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在112年，光单就只有观光旅宿所创造的观光的这个产值已经来到了128亿。今年大台南国际旅展总共有近100个单位，除了有国内外行程以及外岛旅游拢正热门以外，这次旅展嘛有真侪来自日本友好城市，包含群马县、金泽市、山形市、仙台、熊本等，拢有来参展，提供相关旅游资讯以及推广当地观光旅游。咱讲咯，咱的日本好朋友会来遮济，咱就是今仔日咱的。大医师，今年现任的咱的大总统，伫台南市长做市长的时阵来推广，咱的驸马关水上顶，这个日本的好友会来交流，也是造成咱12档差不多12档来，互大家日本对咱台南市的认识、甲认知，咱的文化，深深，互伊伫个心目中，慢慢来发展。为了方便南部出国民众往返机场接送交通，市府也甲 iBus 合作推出台南到高雄机场的11路机场 bus， 单车只要300块的价格，便宜又便利。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推出我们的台南小港机场巴士，那从小港机场就可以直接搭乘这个巴士抵达台南的市区。海内外的一个旅客的部分，就是如果说有出入境的需求，那不管是从台湾出发、台南出发，或者是小港就是返台的这个部分，其实都非常欢迎就是旅客来做这样的一个搭乘。那在价格的部分，因为它单程是300元的一个票价，那其实相对于如果说现在旅客他们自己去包车或者是自己上网预约，其实它都是相对比较优惠，然后包含在行李空间的部分，其实是比较不用担心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大车的部分、游览车的部分，所以其实都有考量到就是大家在行李需求的一个运送的这个部分。大台南国际旅展自15日开始，1连4天，业者甲厂商纷纷祭出优惠好康庆买去。近期有规划想要出国旅游的民众，不妨会当把握这一档一撮机会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